美国一非政府组织发布报告，各方专家对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了评估，认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标准。中国政府应为此承担国家责任。这份报告是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星期一发布的。参加这次评估工作的有数十名国际法专家、种族灭绝研究专家、中国民族政策专家和东突厥散地区专家。他们对有关证据和信息进行审查和分析。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特殊项目负责人伊布拉辛说，有压倒性的证据支持其种族灭绝的指控。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其领导人是种族灭绝的设计者。专家们做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违反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应为此承担国家责任。3月7日，阿拉伯通讯社报道说，已收到一份特别名单，其中载有将近200名维权商人的姓名。这些商人被中国政权以各种罪名拘留在难民营中。根据这份报告，这份清单是用维吾尔语写的，并由维吾尔活动家阿波多瓦里阿尤普先生记录下来。该清单列出了近年来受到中国惩罚的维吾尔商人。此外，一些被捕商人的照片也被泄露。该名单包括近200名商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和田亿万富翁乌迈尔·麦提库尔班。尽管他与中国当局保持着正常关系，但他仍未能摆脱中国的压制政策。在他被判处10年徒刑之后，中国当局将他的房子变成了旅游胜地。美国称其认定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看法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有关中美关系和东突厥散最新局势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表示，美国尚未见到有任何进展可以改变其认定中国在东突厥散地区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及反人道罪的看法。他说，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所说，我们将保持将东突厥散局势描述为种族灭绝的立场。我们还未见到足以改变我们此项判定的事情。中国开始为国际旅行的公民引入数字疫苗身份证。数字疫苗身份证通过中国在线服务微信提供，该服务将使用户获得疫苗接种和检测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其目的是通过使用数字疫苗证书，也称为疫苗护照，来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发言人补充说，该文件旨在促进跨境旅游。中国已经成为第一个开发提供国际旅行机会的数字疫苗护照的国家。欧盟正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以开发疫苗护照。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里克说，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没有比我们的欧洲和欧盟朋友更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的协调非常重要。约翰·里克星期二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讨论扩大西洋合作，以及美国总统乔拜登重新加入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决策。克里站在欧盟气候事务首席官员身边对记者们说，气候是拜登政府打算应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克里说，在巴黎气候协定期间，各国之间存在非凡的合作。他说，现在应该促进这一合作。